約翰福音32節咁樣講，係講你唔相信，當係講思想彌撒日常嘅位，人班人你要相信係係講到屬靈呢個方面啦，講到天結嘅法啦。當然你唔相信，係講啲普通嘅位你唔相信。嗱，日團經節樣講切家啲，簽人書3:5樣講到，相信上帝一條心。意思嚟講，天下相信上帝，唔好持錯單沙強，唔好持錯單沙嘅聰明。嗱，因為到咩呢？世間人類要限制，所有世界單沙嘅聰明，世界單沙嘅能力要限制，上帝嘅能力冇限制。所以呢個簽人書3:6樣講到，信人己為滅切。一個腳譜嘅路途，嗱，信任上帝，相信上帝，一條心相信佢，你撒回你行到路途，佢為第一個腳譜，要切路行，要對嘅路行，要善理嘅路行，睇讓人自己嘅善良，一條心相信佢，一天佢帶出家得福嘅路，平安嘅路，快樂嘅路，喜樂嘅路，家庭都要和諧嘅路。家庭都要喜樂嘅路，佢本切家庭都要平安嘅路，佢本切咁樣嘅家庭人要頭，所以佢講唔好持錯，即刻單沙強，所以個要謙卑嘅心，你嚟相信，一天你得到嘅福，因為到上帝嘅話冇失敗，冇有個冇可能，對於上帝阿沙切家，一條心相信佢，一條心聽一嘅路。一天之間得到嘅最好嘅福氣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